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面前去哀鳴吧。今日係4月15號星期二 ，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一齊追隨夏寶龍主任嘅腳步，對抗美帝霸權啊！相信大家都仲記得美國副總統曼斯之前公然侮辱中國人係鄉巴佬。中央港澳辦、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4月15號就透過視像出席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，並且發表主旨講話。直斥美國對香港無所不用其極咁樣用打壓手段，強調中國人從不懼怕，更加係不吃霸凌這一套啊！佢仲霸氣咁樣回敬曼斯嘅言論，就等美國嗰啲鄉巴佬們喺中華民族5000年嘅文明面前去哀鳴吧，彰顯咗中國人喺面對霸權欺凌嘅時候不屈不撓嘅民族氣節。夏寶龍回顧香港由亂及治嘅歷程之後呢，就講到當前中美關係嘅核心問題，佢就指出啦。美國對香港嘅壓制打壓已經達到歇斯底里嘅地步，炮製所謂嘅2025年香港政策法報告去做抹黑，仲以制裁之名向多名中央同埋特區官員施壓。夏寶龍就話啦，過去10年美國對香港嘅貿易順差去到2715億嘅美元，香港係美國最大嘅貿易順差地，但係美國呢就對從來不設關稅嘅香港累計加徵高達145% 嘅關稅。佢一針見血咁樣指出，美國唔係要我哋嘅稅，而係要我哋嘅命啦。中美角力已經進入到不可逆轉嘅階段，面對美國嘅步步進逼，為咗捍衛14億人民嘅福祉同埋尊嚴，中國絕對唔會，亦都唔可以退。正如夏寶龍喺講話嗰度明確咁樣指出，如果以為向美國獻媚、跪低、求饒就可以換嚟和平同埋尊重，咁就係極其幼稚嘅。夏寶龍就話啦，作為世界第2大嘅經濟體、第1大嘅工業國，中國今日無論係關稅戰、貿易戰定係其他嘅乜嘢戰都好啦，我哋更加冇乜嘢好驚，個天係冧唔到落嚟嘅。佢更加係以朋友來了有好酒，敵人來了有獵槍，講明咗中國嘅鮮明態度，強調中國人民75年前就已經認識到啦，對待侵略者就必須用佢哋聽得明嘅語言，以戰止戰，以武止歌，用勝利去贏得和平同埋尊重。喺中美角力白熱化之際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講，中國已經做好咗長期應對美國威脅嘅充分準備。喺捍衛國家主權、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嘅問題上面，中國冇退讓嘅餘地，亦都冇妥協嘅空間。依家正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新征程，喺呢一個關乎民族前途命運嘅關鍵時刻，香港人更加應該同國家同埋人民企埋一齊，共同應對挑戰。我哋絕對唔會喺霸權嘅壓迫面前低頭，必定會帶住堅定嘅意志對抗到底。